请揭牌。台南400专案办公室正式成立。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多位市府局处长官议员的见证之下，台南400年专案办公室正式列牌，地点选伫台南市中西区旧的图书馆1楼，所有相关纪念系列活动，拢会交由办公室进行行政统筹、资源整合，以及协助各局处推展相关计划甲活动。那2024是台南400年最重点的一个年度哈，那包括我们的大展、大演，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量化的计划也好，纪念性的地景地标，然后未来台南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，我想在2024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展开。市府伫先前积极争取到台湾灯会、台湾文博会等各家己大型活动，市长黄伟綽也特别指示办公室，要订定民间响应台南400年参与申请办法，透过公民参与的途径，让民众以台南400年为题延伸应用，各领域产业拢会当提案。那除了活动之外，我们也要诠释我们过去400年来走过的足迹、达到的成就，那以及未来要发展的方向，这都是需要来大家一起来自民间跟官方的力量，而不只是官方，因为官方通常只会接触说我们有做了什么建设做了什么，那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只是一小的轨迹而已。但是来自民间的文化的力量，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可长可久可远的。因此，我们设立了这个台南400的办公室，能够欢迎来自各界的好朋友，包括学界、文化界扩大参与，能够让大家共同来诠释、营造我们自己的台南400。距离2024年春末一冬，市长举办结合公部门以及民间单位资源力量，共同为这个重要的台南400年立下新的历史里程碑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